河天意，俗世叢林，又怕力劫，夜不能思慮，未許相拒，問王天怎復許我？那天復轉生。王母盛宴蟠桃會，桃仙幸可報先生啊！何解傷感立桃園？待我上前來一問。小桃仙，花仙姐姐，你做乜喊呢？剛才你就話怕被眾仙所食，何解依家又會暗自飲泣呢？王母娘娘唔使我被眾仙所食，原來係要我下凡歷劫啊！歷劫？只為歷朝歷代多戰亂，他要我下凡歷劫，情蒼生啊！佢要我尋覓新桃源，好讓眾生得安穩。但係我又點知去邊度有新桃源喎？哦，原來你係揾新嘅桃花源係嘛？咁你唔使擔心啊！其實世間之中都有好多有心人為眾謀福，營造新嘅桃源福地㗎。新嘅桃源福地啊！冇錯，有好多有心人會組織起各種團體，爭取令居住嘅世界人人都可以得到幸福嘅生活㗎。咁佢哋點樣做啊？首先要消除貧窮，終止飢餓，咁就人人樂安心啊！工作需良好健康，群策社會福利街上品係噃，食飽個肚，自有健康，有氣力工作㗎嘛。群策群力，只可以謀求社會福祉。啱啊！還需優質嘅教育，性別平等是社群。若然大家要同行，證據解危困，生生世世安心，要我心安運學聖人，優質的教育更應眾女生樂同群，莫分你我不相襯。咁人人生活都可以滿足咯。仲有生活環境都要照顧㗎。清潔食水與衛生設施，照顧齊全，似得生活安穩。呢啲嘢仙界全部都有啦。係，仙界係全部都有，但係人間就未必度度都有啦。所以王母要你下凡，負起呢個責任。責任啊！
我邊有能力可以拯救萬民喎？唔係要你去救佢哋，係要你去幫佢哋，幫佢哋自己救自己呀！自己救自己呀？要佢哋有負擔得起嘅清潔能源，才能生活安穩，還要為佢哋安排體面工作，經濟成長才有動因，更要幫佢哋產業創新，安排好基礎設施來以bằng減少國家內外不平等。平等才能保證生活安欣，基本責任完成，萬歲！永續安穩。做到各個方面嘅工作，但並不代表可以永續安心。咁要點做啊？要永續城鎮與社區，永續消費無缺陷，生產模式亦需永續，保護氣候行動要在心。保育海洋與海洋資源，陸域生態還需着緊要。總之永續嘅發展，不能偏廢是原因啊！做到事事周全，力劫創新，將無憾。咁我就明白晒啦，我原來下凡就係要做呢啲工作。小徒先慢走啊！花仙姐姐，乜仲有嘢要做啊？唔係仲有嘢要做，而係你應該要知道做呢啲工作嘅使命同需要㗎。使命同需要？要知和平正義與健全司法為需要，促進目標實現，全球伙伴關係乃係使命重心啊！咁我就明白晒啦。過去哀傷原為力劫因，今番降世下凡無怨恨。萬望此心，要為世間爭得歡慶再生。人人樂唱家安慶，天公再顯奉獻。